在咱镜头刷到基隆市啊，基隆市议员咧选举，这个中山区啊，当认为这是上歹选的所在。虽然啊有四色，但是呢，老的要继续做啦，啊新的嘛想要来抢啦，所以初步啊为9个人抢四色的局面。另外，暖区的竞争嘛真激烈，3位是现任的，拢想要拼连任。之前啊，民进党伫7都甲中正区啊，拢杀出了美女的刺客，啊拢当选啦。所以这边继续佮杀出2位美女的新人，分别伫中山区甲暖区，希望会当继续高票当选。大路口粉红仔色看板，缤纷色彩，成功让人注目。年底9合一大选，新人绵绵滋滋，提早做准备。人水水啊，亲切有礼貌的吴卡型，自细汉甲爸爸相依为命。细汉时，捌是家父中心的辅助理，哪读册哪做工课，开早顿店，逐年拢办义卖回报家父中心，好外界唔敢看戏无白底。一路走来，看过太多弱势家庭、妇女与孩子需要帮助，却常常找不到资源和管道。基隆市中山区去年底设置人口大约45500多人，40少议员席处，现任的民进党施伟正、国民党宋惠玲、郭美秀3个人并连任。小国另外前中山区秘书林佑德，佮有共党的前议员曾建成，嘛拢争取党内提名。民进党是派出美女刺客吴卡型，另外暖区有30议员，现任的林文典、林文芬、陈冠虎拢有想要并连任。民进党是派朱淑欣担任美女刺客，透过参选成为暖区第1位女性市议员，更细腻、更全面、更贴近家庭与日常的观点，提出让暖乡亲真正有感也值得期待的政策方向。头个是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林明智，朱淑欣伫咧社群媒体讲家己是废欧娜，有真侪要唱。即马是软当地志工协会理事长，讲希望当透过艺文的经历来为地方重新变势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